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Keep 啊。今日嚟到元朗一間呢，不論係咖啡人定係咖啡愛好者呢，都一定會認識嘅咖啡店。你睇下門口個獎杯啊，多到成個櫃咁啊！一入到去呢，陰暗而微微帶黃光嘅呢，照住咗佢成個長吧台啊！搵個位坐低睇下個 menu 先。牆上面呢，亦都掛住咗好多呢印有佢 logo 嘅一啲麻包袋，係生嘅咖啡豆袋嚟嘅。嚟到呢度，當然大家識飲嘅一定係飲紅級壺嘅咖啡啦。今日呢，我就揀咗飲巴拿馬艾利達莊園藝記豔陽緩慢日曬嘅咖啡。今日我哋係第一台入嚟嘅客人啦，可以慢慢欣賞到咖啡師沖紅級嘅過程。咁啊，過程非常之自然，遠遠呢都已經聞到佢嘅茉莉花啦、檸檬啦，同埋一啲芒果嘅香氣。飲落呢就更加之蜂蜜同紅莓呢都有齊晒，同佢 menu 寫嘅風味呢係一模一樣。咁一杯又點夠喉呢？嚟到呢度啊，梗係試下佢哋啲特飲啦。咁我就嗌咗一杯用2種 sake 啦，加埋 espresso 同埋蘋果汁呢所造成嘅一杯特飲。咁啊飲落去呢係非常之清爽啦，帶有微微嘅酒香啦，好舒服嘅，非常之適合呢個呢有少少微醺感覺嘅。好啦，今日飲得非常之滿足啊！下次想我哋去邊一間咖啡店度飲咖啡，記得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！拜拜。